我而家俾3秒鐘時間你，你即刻停低手頭上做緊嘅所有嘢，由你個手袋或者褲袋入面，將你每日帶出街嗰個銀包攞出嚟打開，佢睇下，你認真望下你個銀包入面究竟裝咗啲咩？係咪塞滿晒啲超市買餸嘅收據、發黃嘅過期水電費單、幾張3唔識7嘅卡片，甚至乎係嗰啲用完都唔記得揼嘅優惠券，而真正嘅銀紙就得嗰幾張。仲要積到甩皮甩骨，調轉晒方向，亂咁塞落去。如果你個銀包真係咁嘅樣，我今日毫不客氣咁話，你知你呢個根本唔叫銀包，你呢個叫做隨身垃圾桶。好多人日日喺度怨天尤人，話自己明明好勤力返工做生意好搏命，但係點解啲錢就係永遠留唔住，每個月都左手入右手出？你連財神爺賜俾你嘅移動財富都打理得咁污糟邋遢。財氣一入到去就被啲垃圾逼走晒，你話你點會發達？今日我企喺度唔係特地鬧你，而係真心想幫你理順荷包氣場，理順往後嘅財運。我會同你拆穿9成9人都會中嘅銀包漏財大忌，只要你肯聽我講，即刻清走銀包裏邊嘅漏財衰嘢，再跟住我教嘅方法，放一樣蘇派流傳落嚟嘅招財小物件咁樣落去。你個銀包好快就由漏水嘅爛桶，慢慢變做聚財嘅聚寶盤。下半年偏財運有機會節節上升，想財運穩足10年真係唔係難事。準備好同自己個財富大整理嘅朋友，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出清空霉運財神入袋8個大字，同自己講聲要好好迎接財運。我哋馬上開始同你個銀包做一次徹徹底底嘅風水大執整。首先，我哋要講下銀包入面絕對唔可以留嘅3大漏財大忌。第一樣亦都係最多人中嘅毛病，就係將各種單據、收據、信用卡、數單全部塞晒落銀包。好多老人家同師奶都覺得單據要留住用嚟對數，塞喺銀包最方便。喺風水玄學上，呢個係好嚴重嘅漏財禁忌。你知唔知收據同賬單代表咩？佢哋代表已經使出去嘅錢，代表過去嘅消耗，甚至代表負債。銀包係你嘅隨身財富，係用嚟聚財生財嘅地方。你將一堆代表欠債、代表使咗錢嘅廢紙同真金白銀擺埋一齊，喺風水嚟講，呢個就叫財氣被劫啊！你個銀包日日夜夜散發住出糧交數、錢財流失嘅晦氣，財神爺見到都會兜路走。我以前有個客係個好顧家嘅家庭主婦，佢老公做工程生意，本來順風順水，但有一年突然生意大跌，周轉不靈，佢上嚟揾我睇相，我叫佢攞個銀包出嚟睇下，一打開好家伙，裡面足足塞咗成份串厚嘅超市單、買餸單，連半年前嘅單都仲喺度。我即刻同佢講：你將老公辛苦賺翻嚟嘅錢全部變成咗一疊疊散財符帶喺身，你老公生意點會好？我叫佢即刻將啲單全部丟晒，以後銀包只可以裝錢同證件，單據要另外揾個細袋裝，或者翻屋企即刻記低就處理掉。結果唔夠3個月，佢老公個工程公司又接到2個大項目，資金鏈馬上就鬆翻晒。所以聽日一早，你即刻清空銀包入面所有嘅單據，一張都唔好留，令你嘅財富恢復清淨。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大師啊，咁除咗呢啲買餸單、水電費單嗰啲過期嘅彩票刮刮樂，仲有以前去旅行嘅車票戲飛，可唔可以放啊？我話你聽，一律唔得。你諗下，彩票刮刮樂代表住想中唔到嘅慾望同晦氣，你中咗嘅早就對咗獎啦，留喺度嘅全部係唔中獎嘅廢票，等於將一堆冇財運嘅印記塞喺財富入面，日日夜夜俾你灌輸負面氣場。你話你偏財運點會好？仲有啲後生仔女中意將戲飛餐廳小票甚至奶茶積分卡全部塞入銀包當紀念。我明白你哋想留住開心回憶，但回憶歸回憶，財富歸財富。呢啲小票全部都係已經使咗出去嘅錢嘅證明，每一張都帶住消耗嘅氣場，堆得越多，你財富入面嘅漏財缺口就越大。好多人話自己唔知點解每個月都唔見錢，其實就係呢啲零零碎碎嘅消耗氣場，慢慢將你嘅財氣漏走晒。我前2年仲有個做保險銷售嘅後生仔，客人20零歲搏命到死，朝9晚12，但業績永遠排包尾，佣金少得可憐。佢揾我睇運程八字，明明帶財，唔應該係咁嘅樣。我叫佢攞銀包出嚟，一打開，哇一聲入面除咗銀紙，仲有幾10張報銷單、客戶名片、過期嘅商場優惠券，
兩三張刮過唔中獎嘅刮刮樂，仲有幾張同前女友嘅合照。我同佢講：你呢個銀包唔係財富，係雜物房加垃圾站，財神爺想入都冇企位。我叫佢返去即刻清空所有雜物，只留身份證、銀行卡同現金名片，另外用卡片盒裝。單據每日返屋企就整理好，唔好留喺身。佢半信半疑照做，結果唔到2個月，佢接到咗入行以嚟最大嘅一張單佣金，夠佢交首期。後尾佢專登上嚟謝我，話以前總覺得係自己運氣差，原來大半運氣都俾個邋遢銀包拖垮咗。所以你唔好睇少一張半張廢紙，積少成多，負能量聚埋一齊就足以壓住你成個人嘅財運。第二大破財大忌，講出嚟可能好多人都唔信，就係喺銀包入面放屋企人或者先人嘅相片。好多人覺得放張全家福或者放個新父母嘅相喺銀包係代表溫馨、代表紀念。我明白你哋嘅孝心同愛意，但係風水歸風水，感情歸感情，兩樣嘢絕對唔可以混為一談。銀包係極度純粹嘅求財氣場，五行屬金同水，而相片帶住強烈嘅個人磁場，先人嘅相自帶沉靜嘅陰柔氣場。你將佢放入財庫，會直接塞住你啲財氣，令你求財唔順，甚至會無端端身體唔舒服破財。咁放生人嘅相又點呢？例如放伴侶或者仔女嘅相，一樣唔得。銀包充滿住金錢嘅煞氣，你將仔女嘅相放喺入面，金錢嘅煞氣會日日衝擊住仔女嘅本命磁場，輕則搞到仔女讀書唔專心、脾氣暴躁，重則影響佢哋嘅健康同運程。錫屋企人將相片放喺手機屏幕或者放喺屋企嘅書台雙架度，絕對唔好放喺銀包。銀包嘅作用只有一個，就係裝錢同埋生錢，唔好搞亂佢本身嘅氣場。我見過好多孝順仔女將過身父母嘅相壓喺銀包最入面，話要時刻記住父母嘅恩情孝心值得讚，但做法真係大錯特錯。先人磁場偏陰柔，銀包屬陽，陰陽相沖。首先受影響嘅就係你嘅身體健康同財運，輕則經常攰冇精神做嘢，處處碰壁；重則無端端破財，身體出毛病，尤其係脾胃同腎水方面問題特別多。仲有啲爸爸媽媽將細路仔嘅相放喺銀包，話返工攰嘅時候睇下就有動力，錫仔女嘅心情我好明白。但你知唔知銀包入面每日都有大量金錢嘅氣場流動，仲有唔同人接觸過嘅銀紙帶住嘅雜氣。呢啲氣日日衝擊住細路嘅相片，等於間接衝擊細路嘅本命磁場。細路仔本身氣場就弱，邊經得起咁樣衝？好多家長話自己個仔女最近脾氣特別差，讀書唔專心，成日病。你不妨睇下自己個銀包入面係咪放咗佢哋嘅相。之前有個客個仔讀小學，成日唔舒服，成績又退步，睇醫生又話冇事。揾我睇嘅時候，我一眼就睇到佢銀包突突地。叫佢打開睇，入面放咗張仔女嘅學生相，仲有張全家福。我叫佢即刻攞出嚟放返屋企書台嘅相架嗰度，唔好再帶喺身。結果半個月度，佢話個仔精神咗好多，返學都專心咗，連老師都話佢進步大。你睇就係咁一個小動作，影響就咁大。仲有啲後生情侶中意放另一半嘅相喺銀包，話係甜蜜象徵。我話你知10對放嘅，有8對最後都係嘈大鑊分手。點解？因為感情磁場同求財磁場根本就唔同路，逼埋一齊，只會互相干擾。你想感情好就用心去相處，唔好將感情嘅負擔放落財富嗰度，最後錢又留唔住，人又留唔住，兩頭唔到岸。第3大破財大忌就係來歷唔明嘅護身符同開光卡。好多香港人中意去旅行，去泰國拜4面佛，求張卡；去日本神社請個御守。返到香港去黃大仙又求張平安符，然後為咗貪方便，全部一股腦塞入銀包暗格。你以為越多神佛保佑就越好？其實唔同法門嘅氣場撞埋一齊，反而亂晒大陣。唔同宗教、唔同法門嘅氣場會互相衝撞。你將東南西北嘅符咒全部塞入一個細細嘅銀包入面嘅氣場會亂晒籠。財神爺最講求氣場乾淨清爽，見到你個銀包立立亂，根本入都入唔到去。如果你真係想放護身符，最多只能夠放一張，揀一張最正統同你八字最夾嘅招財符或者平安符，而且要平平整整放喺夾層，千萬唔好同啲散銀污糟嘢溝埋一齊。好多人去旅行，見到寺廟神社就入去求符，求完就塞銀包，覺得越多越平安。其實呢個係最大嘅誤區。
唔同法門、唔同宗教嘅符咒，氣場頻率根本唔同，就好似你同時開10幾部收音機，每個台都講嘢，最後你乜都聽唔到，仲會嘈到你心煩意亂。仲有啲人街邊廟會派嘅平安符、大廈派嘅太歲卡，甚至雜誌送嘅佛偈卡，全部都塞落銀包暗格，話有備無患。我話你聽，來歷不明嘅符咒，你根本唔知佢係邊個畫，有冇開光，帶唔帶負面氣場，亂咁放喺身上，分分鐘唔招財，仲招禍。之前有個師奶去泰國旅行，求咗個4面佛牌，又去日本買咗個御守，翻嚟黃大仙又求咗張平安符，全部塞銀包。之後半年屋企冇一樣順，老公失業，個仔跌雙腳，自己又成日失眠。揾我睇嘅時候，我叫佢將啲符全部攞出嚟，揀一張自己最信最正統嘅放喺屋企神台，其餘嘅用紅紙包好送去寺廟化咗佢。做完冇幾耐，屋企就慢慢順翻晒。老公都揾到新工，所以記住護身符唔在多在精。你真係想帶就揀一張正統道觀或者寺廟求嘅，同你八字最夾嘅，平平整整放喺銀包最入面嘅夾層，唔好同散銀單據埋一齊。而且每年年底都可以更換或者重新開光，唔好一張符帶10年，符氣會慢慢散咗，反而冇效用。除咗呢3樣公認嘅漏財大忌，仲有3個好多人日日做完全唔覺意嘅小細節，殺傷力一樣唔細。今日我一併講晒俾你聽，等你一次過清走所有衰氣。第一樣就係放爛錢、殘鈔缺角嘅銀紙。好多人收到爛錢缺角錢，覺得反正都使得出，就隨便塞喺銀包度。我話你聽，銀紙就係財神嘅化身，爛咗缺角咗就等於財神受傷。咁你將受傷嘅財神放喺財庫入面，財運又點會完好無缺？尤其係啲穿咗洞、沾咗污漬、洗唔掉嘅銀紙，更加唔可以留收到爛錢。第一時間去銀行換新嘅，唔好慳嗰少少時間。呢個係對金錢最基本嘅尊重。第二樣就係塞滿無用嘅銀行卡、廢卡、過期會員積分卡。好多人銀包入面10幾張卡，其中一半都係唔用嘅廢卡、過期嘅健身卡、超市積分卡。呢啲卡本身冇錢，代表空殼同滯氣，塞滿個銀包就等於你嘅財富入面大部分都係空嘅，實在留唔住。你而家即刻數下你銀包入面有幾多卡，超過5張嘅，除咗身份證常用嘅1、2張銀行卡、交通卡，其餘全部攞出嚟放屋企。財富要留俾真正嘅錢，唔好俾空卡佔晒位。第3樣就係放食物殘渣、紙巾、藥仔呢啲雜物。我見過有人銀包入面放香口膠、薄荷糖，甚至放半張紙巾、幾粒感冒藥。銀包係隨身財富，要保持乾淨。你將食嘅用嘅雜物塞晒入去，等於污糟咗財富嘅氣場。財神爺最憎污糟邋遢，見到都唔肯入嚟。紙巾就用紙巾袋，裝藥就放藥盒，千祈唔好塞落銀包。清走晒呢啲漏財衰嘢同隱藏細節，你個銀包終於可以唞翻口氣。不過想打造一個好嘅隨身財富，淨係入面乾淨仲未夠，銀包本身嘅款同顏色先至決定咗你財富有幾大，守財能力有幾強。好多人為咗貪方便，中意用細細個嘅摺疊銀包或者銀紙夾，覺得擺入褲袋方便。你試下諗下，銀紙代表咩？銀紙就係財神爺嘅化身。你用摺疊銀包，就等於日日將財神爺對摺，彎腰屈膝咁困喺一個狹窄嘅空間入面。財神爺住得咁委屈，點會願意保佑你發大財？你睇下身邊真正有米嘅大老闆富豪，幾乎都係用長銀包。點解？因為長銀包可以令每一張銀紙都平平整整、舒舒服服攤直放喺入面。喺風水上，呢個代表財氣順暢、財源廣進、有氣派。你對金錢展現出足夠嘅尊重，金錢自然會對你投懷送抱。所以想下半年財運有起色，第一件事就係換個高質素嘅長銀包，當係俾自己財運嘅一個小投資。講到長銀包，可能有人會話：大師啊，長銀包咁大，擺唔入褲袋好唔方便㗎。我話你聽，你係要方便定係要財運好？真正想聚財嘅人，從來唔會嫌財富大。你睇下李嘉誠、李兆基呢啲大富豪，邊個唔係用長銀包？佢哋咁有錢都唔嫌麻煩，你仲嫌3嫌4？當然長銀包都唔係亂買就得。有幾個細節一定要注意。首先，尺寸一定要啱，要可以完整放得落一張1000元大鈔，唔需要摺疊。呢個係最基本嘅要求。如果銀包太短，銀紙仲要折先放得入，咁同用短銀包有咩分別？等於財神爺仲要彎住腰住一樣唔舒服。
其次材質首選真皮，最好係頭層牛皮。皮嘅五行屬土，土能生金，真皮自帶天然氣場，聚財效果比人造皮好好多。人造皮膠嘅銀包氣場虛浮，守唔住大財，就算短期賺到錢，好快都會流走。如果預算有限，買平啲嘅真皮都好過買貴嘅人造皮。再者，銀包嘅封口首選拉鏈款，其次係磁扣，最忌冇扣開口嘅。拉鏈拉實就等於財門緊閉，錢財漏唔出嚟，磁扣都仲可以，起碼有個閉合嘅力。如果係開口嘅銀包，等於財門大開，錢財入去又出嚟，永遠存唔到錢。仲有啲銀包做鏤空設計、透明窗設計，呢啲都唔好要。鏤空等於財富穿洞，透明等於財氣外露，都係漏財嘅格局。仲有銀包嘅形狀一定要方正，唔好買奇形怪狀嘅，比如動物造型、心形、圓形嘅方形屬土，穩陣最適合做財富。奇形怪狀嘅銀包，磁場混亂，財運都跟住亂七八糟。你唔好為咗貪得意買個靚唔實用嘅，最後拖垮自己財運，得不償失。講到換銀包，顏色揀得啱唔啱，對財運影響好大。顏色五行直接影響你個銀包係吸財定係破財。首先講兩個普遍嘅大忌顏色。第一大忌係大紅色，紅色五行屬火，火燒財門。你用紅色銀包代表你啲錢會好似火燒咁，有幾多使幾多，永遠存唔到落嚟，容易衝動消費同破大財。除非你專門請師傅批個八字，命裏極度缺火，否則一般人都唔建議用大紅色銀包。第二大忌係淺藍色或者水藍色。藍色屬水，水向低流，用淺藍色銀包代表你嘅財富會好似流水咁，無聲無息流走，留唔住。除咗紅色同淺藍色呢兩個大忌，仲有幾隻顏色都唔建議普通人用。我同你哋講清楚，免得買錯。第一隻係純白色，白色五行屬金，本身係財色，但氣場太散，守財能力偏弱。用白色銀包嘅人通常賺得多使得多，左手入右手出，好難存到積蓄，除非你係做藝術創意行業，需要散財換名氣，否則唔好揀。第二隻係鮮綠色，綠色五行屬木，木克土，會克住財富嘅土氣，導致財運不穩，錢來錢去留唔住。尤其做生意嘅朋友，盡量唔好揀鮮綠色，容易出現資金周轉收數唔順嘅情況。第三隻係深紫色，紫色屬火，本身帶貴氣，利偏滿財，名氣財，適合做娛樂網紅、投資投機嘅朋友。但普通人用容易財來財去，大起大落，心臟唔好嘅就唔好試啦。咁邊啲顏色先係公認嘅聚財色？首選就係純黑色，黑色五行屬水，係深邃嘅淨水，代表深厚嘅財富同穩陣嘅守財能力。黑色銀包可以幫你穩穩陣陣守住個財富，最適合做生意或者想積聚大筆財富嘅朋友。第二個極佳嘅顏色係深啡色或者咖啡色。啡色五行屬土，土能生金，而且厚德載物。啡色銀包有一種孕育財富穩健增長嘅磁場，非常適合有長線投資習慣或者想事業穩步上揚嘅朋友。如果你想偏財運旺啲，可以選擇帶有少少暗金色或者金屬扣點綴嘅黑色長銀包，金水相生，橫財就手。具體點揀？我教你最簡單嘅方法。如果你係打工一族，想穩穩定定儲錢，首選深啡色土生金，穩步上揚。如果你係做生意做老闆，需要守大財接大項目，首選純黑色深水聚財，穩如泰山。如果你想偏財運旺，經常投資買股票摸麻將，可以揀黑色帶金色金屬扣嘅金水相生，橫財就手。如果你係做文化教育設計行業，可以揀深啡色配銀色扣，土金相生，名利雙收。記住顏色一定要純色，唔好花里胡哨好多圖案，圖案越多雜氣越多，聚財效果越差。仲有一個好多人唔知嘅講究，就係銀包嘅使用期限。一個銀包無論買嘅時候幾貴，聚財嘅效用一般最多維持3年。3年之後，銀包吸納財氣嘅氣場就會慢慢減弱，唔復當年嘅效用。更加唔好講嗰啲已經用殘咗邊角甩皮，甚至拉鏈壞咗嘅銀包。銀包甩皮代表財富穿底，拉鏈壞咗代表財門大開，錢財易流失。如果你個銀包已經用到又殘又舊，聽日即刻去買個新嘅舊銀包，千萬唔好隨便丟落垃圾桶，你要將佢清空。用一張紅紙或者紅布包住，心入面默默講句多謝你呢幾年嘅陪伴，然後先至丟，咁樣先唔會將你自己嘅財氣一齊丟走。好多人一個銀包用5、6年，用到甩皮甩骨都唔捨得換。
話有感情銀包同日常用品一樣有使用期限。風水角度嚟講，一般3年就差唔多要換耐咗，佢聚財嘅氣場就會散變成普通嘅皮袋，唔單止幫唔到聚財，仲可能積累咗唔少雜氣。咩情況之下建議即刻換？我同你數下。第一，邊角甩皮磨損嚴重，尤其係銀包底部磨損，代表財富穿底，錢有入有出，留唔住。第二，拉鏈壞咗扣唔實，代表財門關唔實，漏財漏得厲害。第三，銀包變形發臭，有頑固污漬，洗都洗唔掉，代表氣場已經衰敗，衰氣纏身。第四，呢個銀包跟住你經歷過重大破財、失業、被騙等唔順心嘅事，建議換掉，因為佢帶住強烈嘅負面記憶，容易一直拖累你嘅運氣。換落嚟嘅舊銀包，千祈唔好隨便丟落垃圾桶，更加唔好隨便送俾人。送舊銀包等於送自己嘅財富，將自己嘅財運送俾人，好唔划算㗎。正確嘅處理方法係將入面所有嘢清空，用一張乾淨嘅紅紙或者紅布包好，放喺屋企儲物櫃嘅最底層，當係舊財富留底，寓意舊財不去，新財不來。如果真係想丟，就要先喺心入面默念多謝陪伴財氣留身，然後先用紅紙包好，先至可以丟，咁先唔會將自己嘅財氣一齊丟走。好啦，清晒雜物，換咗合適嘅長銀包，你個隨身財富就打好咗穩陣嘅根基。但點樣先可以令佢聚財力更強？慢慢將周邊嘅財運都吸引過你。今日我就毫無保留教你整一個蘇派流傳落嚟嘅招財小陣法，叫做天地人聚財嗰陣，將呢個小陣法放喺銀包入面。下半年偏財運有機會越嚟越好，大家一定要豎起耳仔，記低每一個步驟。第一步，你要去銀行換一張全新一張都未曾折過、未曾流通過嘅大面額銀紙。喺香港最好就係換一張全新嘅1000蚊金牛，或者最少都要一張全新嘅500蚊大牛。呢張全新嘅大面額銀紙喺風水陣入面叫做壓富財母，佢就好似財富嘅根，會慢慢幫你滋生更多財運。你記住呢張財母放咗入去之後，無論咩情況都盡量唔好使咗佢。佢係你財富嘅定海神針，一使咗個陣就破。講到壓富財母有幾個細節你要記清楚。點解一定要全新未流通嘅銀紙？因為流通嘅銀紙經過無數人嘅手，帶住無數人嘅雜氣晦氣，磁場好亂，做唔到財母。只有全新嘅銀紙，磁場純正，陽氣充足，先可以做財富嘅定海神針。去銀行換新鈔，最好揀上午9點到11點呢個時間段去。呢個時候係一日之中陽氣最盛、財氣最旺嘅時辰。換翻嚟嘅新鈔氣場最好，盡量唔好下午傍晚先去。日落之後氣場轉弱，效果會差啲。銀紙面額越大，聚財力越強。首選1000蚊金牛、500蚊大牛都可以，千祈唔好貪方便。用100蚊財母體量太細，生唔出大財。有條件嘅朋友可以揀尾號帶8帶6，或者尾號係你生日數字嘅，同你嘅磁場更契合，效果會更好，但唔強求。最緊要係全身平整。呢張財母放好之後，盡量唔好喐。佢就算急用錢都盡量唔好使呢張。佢係你財富嘅根，一喐財氣就散。每年年尾除夕嗰日，你可以將佢攞出嚟拜一拜屋企嘅財神或者地主，然後換一張新嘅財母入去，舊嘅嗰張就存去銀行，等佢去錢生錢，咁就年年有新財入，財運一年比一年旺。第二步，你要製作一個3財聚金符，你去揾3個全身閃靈靈嘅1毫紙或者5毫紙硬幣，顏色最好係銀色或者銅色，然後你去文具鋪買一張正方形嘅細小紅紙，將呢3個硬幣疊埋一齊，用嗰張紅紙將佢哋包到實一實，包成一個細細嘅紅紙包。呢個步驟入面大有文章。3個硬幣代表天地人3財，象徵住天時地利人和。而金屬硬幣本身5行屬金，紅紙5行屬火，紅紙包住硬幣，風水上叫火煉真金，寓意財富。經過打磨會越嚟越穩，越嚟越實。3個硬幣一定要用流通緊嘅硬幣，1毫5毫都得，銀色銅色都可以。最緊要係嶄新，冇劃痕，冇氧化發黑。氧化嘅硬幣金氣受損，效果差好多。千祈唔好用紀念幣、遊戲幣、外國硬幣，氣場唔合冇用。紅紙要用正紅色嘅數，紅紙唔好有圖案冇字紋，據鋪賣嘅利是，封紙、宣紙都得。粉紅色、橙紅色都唔算，一定要正紅包嘅時候將3個硬幣疊整齊，從下往上捲住包，寓意財氣步步高升，包到實一實。
用少少透明膠貼好唔好散開？散開咗就等於三財散咗，財氣漏晒。第三步亦都係最關鍵嘅暗中布陣，你將呢個紅紙包住嘅三財聚金符，連同頭先嗰張全新嘅壓庫財母銀紙一齊放入你長銀包最隱蔽嘅內格，最好係有拉鏈拉住平時好少打開嘅暗格。點解要放得咁隱蔽？因為風水學有云，財不露白，露之必散。真正嘅大財富係需要藏風聚氣嘅。你將呢個小陣法收喺最深處，就好似喺銀包底裝咗個聚財嘅小引擎。無論你返工應酬傾生意，呢個小陣法都會默默幫你聚攏周邊嘅財運同貴人運布陣嘅位置都有講究。將三財聚金符放喺最底，然後壓庫財母放喺上面，人頭朝向自己，一齊放入銀包最入面有拉鏈嘅暗格度。呢個暗格平時唔好打開，越隱蔽越好。仲有好重要嘅一點，呢個陣佈好之後，唔好周圍同人講，唔好攞出嚟俾人睇。好多人佈完嗰陣就開心到周圍同朋友炫耀，結果講多咗財氣就散咗，效果大打折扣。天知地知你知，就得默默放喺度，等佢默默幫你聚財先係最高明嘅做法。好多人問大師啊，佈完陣幾耐會見效？我話你聽，每個人嘅福報唔同，底子唔同，見效時間都唔一樣。有人快嘅3-7日就有感覺，比如突然收到舊債，公司發獎金，行路執到錢。有人慢啲2-3個月先慢慢見效，但只要你堅持保持銀包乾淨，行得正企得正，財運慢慢就會有起色。我有個開茶餐廳嘅客人，佈完陣之後大概1個月，有個熟客介紹咗一班拍戲嘅劇組嚟佢度包伙食，一單就做咗10幾萬生意。佢話以前諗都唔敢諗，就咁接到咁大嘅生意，其實唔係無端端，係你個財富準備好咗機會嚟嘅時候，你先接得住。當你完成咗呢個佈局，你可能會慢慢感覺到變化，投資嘅直覺會準啲，公司可能會有額外獎金，做生意嘅可能遇到爽快嘅大客，呢啲都係聚財陣帶嚟嘅正向變化。你個銀包唔再只係裝錢嘅工具，更係一個陪住你聚財嘅隨身小財富。不過今日除咗教你風水陣法，仲想同大家講一啲更深層次嘅財富道理。風水佈局固然有幫助，但你對金錢嘅心態先至決定財運可以行幾遠。好多人留唔住錢，唔係因為賺唔到，而係因為骨子裏對金錢缺乏敬畏之心。你打開銀包睇下你啲銀紙係點樣放嘅。有啲人啲銀紙10蚊、20蚊、100蚊亂咁溝埋一齊，有啲反轉，有啲上下倒轉。你咁樣對待金錢，金錢點會尊重你？真正有米嘅人，佢哋銀包入面嘅銀紙永遠都係按照面額由大到小排列得整整齊齊。仲有好重要嘅一點，所有銀紙嘅人頭同圖案都要朝同一個方向，最好面朝自己。呢個動作喺風水上代表萬眾歸心，財氣向內。你每次打開銀包，啲錢都對住你，寓意財富，願意留喺你身邊。好多人覺得風水佈局就係萬能擺個符就可以坐喺度等錢跌落嚟，錯晒。風水係助力心態先係根本。你冇一個正確嘅財富心態，就算擺10個陣都冇用。你睇下真正嘅有錢人，佢哋對金錢嘅態度係點樣嘅？係尊重，係愛惜，而唔係隨意唔浪費。再講深一層，硬幣千祈唔好同紙幣塞喺同一個格。硬幣五行屬金氣剛硬，紙幣氣柔和，放埋一齊會相沖，打散財氣。銀包有硬幣格就放硬幣格，冇嘅話就另外用個小零錢包裝，唔好亂塞。另外每一次你俾錢人或者收錢嘅時候，你嘅起心動念都非常關鍵。好多人俾錢嘅時候，心入面覺得好肉痛，揦住揦住覺得啲錢又少咗，你帶住肉痛唔捨得嘅心情花錢，周身都係匱乏嘅氣場，財運自然唔願意埋身。我教你一個心法，以後每次你買嘢俾錢出去嘅時候，你喺心入面默默同啲錢講一句：去啦，去市面上轉個圈，帶多啲兄弟姊妹翻嚟揾我。當你收錢嘅時候，無論係出糧定係收到找續，你喺心入面真誠講一句：感恩你嚟到我身邊。帶住呢種怕失去唔夠嘅心態花錢，周身都係窮氣，只會越嚟越留唔住錢，越窮越見鬼。我教你嘅心法，你一定要記錄。以後每次花錢，無論係買餸、交租、俾人工，你俾錢出去嘅時候，喺心入面輕輕講一句：去啦，去幫我帶更多兄弟姊妹翻嚟。你要當金錢係你派出去嘅員工，佢出去係幫你賺錢，
而唔係消失咗，帶住輕鬆同信任嘅心情花錢，錢先會願意再返嚟揾你收錢嘅時候。無論係出糧收紅包收找續，哪怕係1毫子，你都喺心入面真誠講一句感恩你嚟到我身邊，唔好嫌少，唔好推搪。好多人收到紅包就推來推去，話唔使啦唔使啦。其實你推嘅唔係紅包，係財氣大方，接住講聲多謝，心懷感恩，財氣先會願意上嚟。仲有唔好同小販斤斤計較幾毫子，唔好為咗平1、2蚊爭到面紅耳赤。唔係叫你亂花錢，而係唔好帶住吝嗇嘅心去花錢。對基層勞動者多一份大方，本身就係一種善意積累。人緣好咗路自然寬。同樣還錢俾人嘅時候，主動湊整多俾少少當利息，唔好零頭都算盡財去有回。你今日對別人大方，他日你有難，先有人願意幫你。金錢本身就係流動嘅氣場，你對佢有敬畏心，你用喜悅同感恩嘅心態去對待佢，財神爺先會願意長住你身邊。你將銀包打理得乾乾淨淨，擺好聚財陣，再加上端正嘅金錢心態，內外兼顧，往後嘅財運自然會越嚟越順，越走越穩。你唔單止可以擺脫月月清嘅日子，仲可以慢慢積累積蓄，晚年生活都可以安安樂樂享清福。各位朋友，今日我苦口婆心同大家講咗咁多銀包嘅風水秘訣同禁忌，其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少走冤枉路，唔好再被一啲無謂嘅壞習慣拖垮全家人嘅運氣。一個亂晒龍、裝滿漏財衰嘢嘅銀包影響嘅唔止你一個人嘅財運，仲會不知不覺影響成個家嘅生活質素、仔女嘅教育資源，甚至伴侶之間嘅感情。貧賤夫妻百事哀，無錢嘅痛，我信大家都深深體會過。但係今日仲有一個忠告風水智慧，唔應該藏住掖住，應該分享俾更多有需要嘅人。你今日睇到呢條片，學到呢啲方法係你嘅福氣。但如果你淨係自己偷偷用，唔話俾屋企人知，得益嘅就只有你一個。但如果你分享出去，幫屋企人朋友都理順財運，大家一齊好，你嘅人緣同氣場都會越嚟越順。你諗下，你幫老公清好銀包，佢生意順咗，賺多咗，受惠嘅咪成個家。你幫仔女報好聚財嗰陣，佢哋以後做嘢順風順水，你晚年就可以安安樂樂享清福。你幫財運差嘅朋友走出困境，佢會記你一世人情，他日你有需要，佢一定幫返你。呢種教人方法嘅分享，比直接俾錢更有意義。心存善意、樂於分享嘅人路，通常都會越行越寬。所以我今日喺度發出一個最溫暖嘅呼籲，我懇請你睇完呢條影片之後，千萬唔好自己一個人知道，就算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將呢條充滿財富智慧嘅影片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或者親自發送俾你嘅父母、伴侶同埋仔女睇，叫佢哋今晚返屋企即刻打開銀包，清走晒垃圾單據，幫佢哋檢查下銀包顏色啱唔啱，甚至親手整一個3財聚金符送俾佢哋，教佢哋擺好壓庫財母。你知唔知你呢個舉動有幾大意義？你幫屋企人守住個財富，教佢哋聚財方法，佢哋將來事業有成，賺到大錢受惠嘅，咪又係你仔女揾到錢。你晚年就係享清福，伴侶揾到錢，你哋嘅婚姻就更加安穩。你將呢份實用嘅風水知識分享出去，就等於幫成個家理順財運氣場。顧家又肯分享嘅人，運氣通常都唔會差。你嘅善意最終都會以唔同方式翻返嚟你同家人身上。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銀包風水講中咗你嘅問題，方法又簡單實用，就即刻點訂閱，仲要打開隔離嘅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同財富智慧嘅大家庭。以後有更多實用嘅風水玄學知識、趨吉避凶嘅小方法，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幫你避開唔少破財嘅坑，事事順風順水。我呢個頻道專門講真正有用可以落地嘅玄學風水知識，唔講虛嘅，唔講廢話。以後仲會同大家講屋企財位點佈置、手機號招財密碼、辦公室風水避坑、流年運程預測。全部都係可以直接用嘅乾貨，訂閱埋，開埋鈴鐺，以後有新片就第一時間睇到，早知道早調整。最後想請所有睇片嘅朋友，帶住感恩同向往嘅心情，喺評論區打出清空霉運、財神入袋、財運亨通12個字，每一條留言都係你對自己財運嘅一份正向期許，亦都係啟動銀包聚財氣場嘅小儀式。
我會喺後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位認真留言嘅朋友送上祝福，願大家都有好財運。記住睇完片之後，盡量24小時內動手整理銀包，唔好拖。越快手行動，衰氣走得越快，財運嚟得越早。唔好等明日，就而家暫停條片，即刻去攞你個銀包出嚟清垃圾，清完再返嚟繼續睇。行動先係調整運勢嘅第一步。祝願大家由聽日開始，銀包日日漲卜卜，正財偏財都順順利利，賺到盆滿缽滿，一家人齊齊整整，健康平安。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下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實用嘅風水知識，祝大家財運亨通，下次見。